係徐沛之，香港嘅水墨書法嘅藝術家。主要我平時自己咧就專注喺創作度啦，但係我都會花一定嘅時間去做翻中國書畫嘅一啲推廣嘅教學活動嘅。今日活動就係教翻一啲中國畫嘅基礎啦，畫竹、畫蘭花，去令到同學理解翻一啲用筆嘅技巧啊，對物料嘅一啲認識啊。咁譬如下半 part 我教蟹同埋蝦咧，就用生紙去做。老師都用好幽默嘅方式教我哋點樣去好簡單咁樣將啲動植物畫出嚟啦。呢幅就係老師教嘅蘭花啦。